出来吧。跟了我一天了，感觉怎么样？累。还有呢？晕。晕是吧？哦。那回家睡觉吧。不走，除非你完成我一个愿望。做梦吧你！姐姐我可从来不照顾大龄痴呆儿童。你不答应我是吧？你不答应我，我就在这不走。我想见楼兰。50万。我希望娜娜能为我跳一支舞。25万。我想要李展跟我共进晚餐。8万。我要让苏苏陪我购物7天。200万。我想见楼兰啊。50万。我喜欢静姐，我想和静姐跳舞。你给200万吧。免费吗？滚！滚！我要和大师兄去登珠峰。8万。10万。15万。30万。我要冰冰陪着我去跳伞。你这项目我也想去。你们随便找个明星跟我结婚。我喜欢大狗，他多年了，能不能给我张照片？500块。我想马总的财产分我一半。滚！我要见楼兰。50万。我想见楼兰。50万。我想见楼兰，但是我没钱。马上出去。走吧，走吧，出去。滚！滚！滚！嘿，你别挡道！哎，你们2个大男人整天不换水，都让我们女人换啊！只有一个大男人，就是我。讨厌！没挡！别插了，别插了，你换桶水会死啊！哎，飞哥，干嘛去？换桶水。水？给我吧。干嘛呀？去换桶水来。换水就换水，凶什么凶啊？夏决。青青，你怎么来了？出事儿了，这次你得帮我。别着急，上楼再说。现在网上铺天盖地的传播着关于刘洋整容史的帖子，这些帖子里呢，放的就是这些照片，说刘洋从18岁就开始整容，大大小小的整容10多次。博眼球，谎话说了100遍，就有人相信了。这刘洋从演小角色开始，我们大家就已经认识他，这都多少年了？而且从他第一个男2号开始，就已经是偶像猎手俱乐部在经手。是。青青，你把事情的经过好好跟我说说。就在前不久，著名导演白晓导演找到了我们，希望刘洋来出演这部电影的男一。这部电影还没拍呢，话题度和关注度就已经非常的高。我记得刚定那会儿，就有人跳出来说自己背后有投资方的支持，想要挤走刘洋。最后白晓导演力挺刘洋，才保住了角色。我担心的是，这背后操纵的人不知道他有什么样的计划和目的，而这爆料整容又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当然是有计划的，背后操纵者为了让一切看起来真实，还篡改了一些新闻的真实发布时间，好让人感觉这事早有伏笔。夏决，
你可得想想办法，这事不能再恶化下去了。放心，刘洋的星途是我们一手提拔起来的，我绝不允许有一星半点的黑料。这件事情交给我们。那小觉，这事我就交给你了。我还得先回去陪陪刘洋，这事对他而言也是一种压力。这次的事儿就辛苦大家了。影子也辛苦你啦。出去吧。哦。夏珏，你看我们都这么熟了，帮我安排下让我见楼兰呗。好啊，50万。其实我可以帮得上忙，虽然我付不起高额的聘用费，但是呢，我可以和你们做交易。我弟弟在韩国当练习生，特别优秀，马上就要出道了。你们想想看，我弟弟一出道，一炮走红，在韩国娱乐圈有了一定的地位，回国以后也有一定的地位，是不是可以帮上你们很多忙？只要你们安排让我见到楼兰，那我就帮你们打进韩国娱乐圈。好，我来帮你安排。这是楼兰运过来的香蕉，去吧。你弟弟贵姓？我叫安林，我弟弟叫安峰，他在韩国最大的娱乐公司当练习生。你知道每年在韩国有多少人去娱乐公司当练习生吗？又有多少人能够出道？出道之后，又有多少人立马变成炮灰，消失在娱乐圈吗？你又知道，我当年也是麦当劳的练习生吗？是的。哦，实习生。出去。哦。一个练习生，可就要是练习生。哎，这很亲切，真不错。狗仔公司。小天，我们就不用绕弯子了，开门见山吧。我就想知道刘洋整容的料是不是你爆的？知道你们厉害，但是呢，这行业规矩，我只说我该说的，你问吧。刘洋整容的料是谁找的你？是这样的，白晓导演呢，他有一个备受关注的电影，刘洋做男一，这里边呢有一个男二。投资方是他带的，他演技不错，人脉也挺广，一切就绪呢，只欠东风了。但是这东风他好不容易找到了，却给刘洋做了嫁衣，你说他能甘心吗？明白了，小天，虽然你们没接这个单子，但是你们已经知道是谁要做这件事儿，他们肯定已经盯上你们了。如果你们再不采取措施的话，迟早会变成娱乐圈的公敌。什么意思啊？看看网上发布有关刘洋整容新闻的账号，看似是随机号，其实好像是盗用你们的账号吧？是赵一，是赵一，是赵一冒充我们的，这事不是我们干的。影子，你现在在哪儿？怎么了呀？你现在去风尚娱乐公司，监视风尚娱乐公司最近的动态，看看有没有关于导演白晓和赵一有关的事情在谈论。对了，让莫瑶去跟着赵一，赵一现在在剧组，
让他看看有没有关于导演白晓和刘洋的事情在谈论。飞哥一会儿也会过去。好的。飞哥，你跟莫瑶一起去剧组，了解一下赵一的人品和口碑。我要回去会一会那个帮赵一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篡改新闻发布时间的人，清除网上的脏东西，以防它变成真正的定时炸弹。不要多管闲事，这不是你们玩得起的游戏。故弄玄虚，那就来玩玩吧。还没有什么能挡得住我下决的。外卖，极品拿铁打包，谁点的？这边，谢谢啊。客气。好，谢谢。你们两个啊。啊，好的。咖啡。哎，李，等会儿白晓导演要过来跟经理谈角色的事情，江南也会过来，你帮我盯一下。来，咖啡给你。你上次给我推荐那个粉饼可好用了，好多女明星都问我在哪儿买的，男明星也不例外，特别是赵一，要的可急了。怎么，他很喜欢啊？我看新闻，他最近在剧组拍戏，拍戏不是应该都带着妆的吗？还要那么急做什么？他呀，最近不是接了白晓导演的电影男二号吗？可注意形象了，不拍戏的时候出门也要带妆的，可嘚瑟了。他再怎么说也算是电视圈的一线吧，你个男二号至于这么高兴吗？从出道开始，做梦都想成为电影大咖。你也说了，现在他只是个电视剧的一线，而且还是游离状态。这次这么好的机会，他能不嘚瑟吗？哎，不过说来也奇怪啊，明明是电影男二号，却到处宣扬自己是男主角，说什么新闻发布方把消息弄错了，早晚会改，让我们等着看。哎，怎么搞的？这哪来的骗人？知道我衣服多少钱吗？这咖啡本来就是给你倒的，是你自己弄洒的。你什么态度啊？什么态度啊？他可不是闲人，他是我助理。你助理？你什么态度？你跟我什么态度？导演，今儿不拍了。什么情况啊？你看这一个个都什么人呢？爱拍谁拍谁，很牛是吧？奶奶的，不拍就不拍，全体施工。导演，你千万别生气，赵一这两天心情不好，我这就去劝他回来。赵一，拍完再走吧。拍什么拍啊？不拍了。我还有刘洋事要忙。他们说什么？他要去处理刘洋的事。
他现在不是已经有丑闻了吗？你把这个发了，就说他脚臭，奇臭无比，全剧组的人都讨厌他。这脚臭算什么新闻啊？我看算了吧。不说脚臭，说什么？喂。行了，已经有人放大招了，又是整容，又是出卖身体，比我狠。今天的事儿不要说出去啊。行了，我走了。赵一的角色其实蛮适合他，他该知足了。白导，他这个脾气您可见谅了。啊，对了，你们公司好像有一个演员叫江南的，我很欣赏。试戏的时候他就很出彩，一个小角色都能让人记忆深刻。刘洋嘛，他赢就赢在演技好，人气也高。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也许我会考虑一下用用江南这样的新人。莫瑶、飞哥，你们两个有什么收获？赵一明明是男二号，却四处宣称自己是男主角，好像知道白晓最后会把男主角换成他，但是听刚才的录音，没可能。赵一口碑很差，特别难搞。哦，对了，刚才的录音提到的演员江南，人品不错，演技也好，貌似和赵一的关系也不错。江南。人的声音只能类似，不可能完全相同。音频核对系统是根据人类上亿条声波分析数据库组合而成，不可能出错。难道江南跟方玉是同一个人？夏决，青青，你找我什么事儿？你看下这两个人，你认识吗？这个赵一出演一部偶像剧火的，不过这个人的口碑挺差的。至于这个江南是个新人，他给我感觉挺像一个人的。方玉，对，就是方玉。看来我推断的没有错，江南跟方玉是同一个人。江南和方玉是同一个人？没错。江南跟赵一一直在合作吗？据说这两个人是好朋友啊。江南这次也在白晓导演的电影里出演一个角色是吗？对啊，一个小角色，不过人物挺出彩的。相隔太遥远，还是擦肩而过，缘分太浅，没想过结局是暗恋，从一开始